即係譬如戲裏邊嘅輝仔嚇，或者係龍 Sir 又好，EK 又好，佢哋都係我認識嘅不同人湊合埋，可能現實裏邊係7個或者8個人嘅元素就加埋落嚟咯。即係我哋身邊我哋嗰個圈，你叫做即係電影圈、文藝圈或者文化圈，其實同志嘅例如即係類似 lesbian 啊、gay 啊，或者係更加一啲 trans，我哋都認識。而我哋個生活圈裏邊咧，其實就冇所謂嘅歧視或者輕啲嘅偏見，其實根本大家相處都冇個問題。但我又認識另一班嘅即係同志嘅社群咧，佢哋個生活就好唔同啦。我剛才講嗰啲咧，我哋即係籠統地都係中產或者係中上產，有啲係有錢人添啊。但係你基層嗰班嘅生活咧，其實就好唔同。即係大家都喺度講，你嗰啲中產，你仲可以揾代母產子，然之後咧又可以同埋個 partner 去馬爾代夫。但係嗰班基層嘅生活同你完全係兩回事嚟嘅。你無論外表你見到個衣着，佢哋再一啲你未必睇到佢哋居住嘅環境，同埋佢哋面對嗰個社群係兩堆人嚟嘅。咁我們不是什麼裏邊反而係即係嗰個你個刻意又得，或者好 aware 又得，就係想係集中喺嗰班基層嘅同志。